那德国是有一间环保科技公司甲巧克力生产工厂合作，因甲做巧克力做煞了后，剩的这可可豆仔外壳经过高温甲烧做生物炭。联合国就估计讲，未来总共会当好好运用这个技术，即马这生物炭，当年就当减少全世界26亿吨的碳排放。伫咧德国汉堡伊贝河边的工厂，总是当闻到薄薄的巧克力香味。伫工厂内面，技术人员将可可豆的壳倒入去机器内面，伫无氧的环境下，用摄氏600度的温度加热，可可豆的壳就变做所谓的生物炭。这项技术怎么也是伫咧起步的阶段，也毋过互减碳的目标更加进一步。根据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显示，人类每年产生大约400亿吨的二氧化碳，若是好好运用生物炭，就能抵消其中的20亿吨。而且生物炭怎么也用伫咧肥料。Absorb the CO2, and you produce these stable products. Whereas you place this in the ground, and you have efficiently a carbon sink. So by establishing these carbon sinks, you have prevented CO2 to escape back into the atmosphere. 不过生产这种生物炭的成本其实无俗，一吨差不多要1000欧元，换算代表是33000，所以农民的接受度无悬。因此，环保科技公司甲伊生产的生物炭装做小包装，提供给当地农民买。Humusgehalt im Boden aufbauen können, dass wir mehr Wasser speichern können, mehr Nährstoffe oben den Pflanz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können. Und das ist ja eigentlich auch der Sinn der Aktivkohle. 这么也只甲生物炭被做做绿色的空谷里，应用伫咧建筑业。生物炭产业联合会是预估，甲2022年比，今年的产量有可能增加要到1倍，达到9万吨。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